台湾的黄豆、麦啊、甲番麦主要拢对美国进口。早起，美国果务协会驻台湾办事处庆祝成立50周年。美国方面希望讲，除了食的甲饲料用的谷物，台湾卖当进口提供新职人员使用的材料。也毋过，人嘛伫现场的环保署长杨祖敬是表示讲，这需要搁再做评估。 美国是台湾上大农产品进口国，去年进口值达到46.7亿美金。黄豆玉米小麦是大宗。会知影美国果物协会驻台办事处庆祝成立50周年。果物协会执行长指出，台湾是非常稳定的市场，但美方未以此满足，希望扩大出口。We are not content to rest. In fact, we have launched a new initiative of bringing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blending U.S. ethanol into gasoline can be in helping Taiwan meet its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. 会在庆祝年会，环保署长张祖敬嘛有出席。伊强调，为减碳的角度来看，嘛是鼓励民众多多食素食甲在地食物，节制进口谷物甲肉类的食用，降低碳排放。有关美方寻求合作，希望台湾进口谷物做成节能，取代部分化石燃料。伊讲这是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方法之一，但需要评估。 我们试过，当然有一些问题嘛。那当然当初是从空污的角度，那现在如果说把减碳也考虑进来，它可能评估又不一样，所以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评估？这大家可以去考虑。 谷物做成节能的原料，张祖敬表示需要考量进口的碳排、全球粮食供应的伦理问题。针对大宗原物料进口，农委会表示，国内业者已经采买到11月，后半年供应稳定，但美国中西部出现欠水，需要监测是毋是会带来波动。记者林俊梅、王向忠台北报道。